你好，Doctor Lam，我係黃建宇啊。咁我今日咧要分享嘅critical thinking 功課咧，就係有關一個 Halo effect 光環效應啦。OK，停咗畫面先。好，咁光環效應咧，其實就係屬於認知偏差嘅一種。簡單嚟講，就係愛屋及烏啦。咁就係講緊我哋會因為有啲人或者一啲物件一個優點而中意佢嘅時候，我哋就會唔經唔覺咁樣認為佢好多方面都好優秀。呢一個概念最早咧係由心理學家 Edward Sander 喺1920年提出嘅。咁佢做咗一個研究，係講緊要求一個指揮官咁對佢嘅士兵咧各項嘅素質進行評估啦。咁例如佢嘅領導能力、外表、智力、忠誠度同埋可靠性。咁結果顯示呢一啲質素高評價，同埋佢評價其他質素嘅時候係會有一個相關嘅一個比例嘅。如果有一啲質素比較低評價嘅時候，亦會令到其他質素咧都係會降低嘅。咁大腦嘅捷徑咧就係講緊心理學家 Daniel Kahneman 所講嘅 System One 啦。咁佢係講緊由系統一去思考啦，透過直覺自動化。咁光環效應咧就係系統一其中一個主導下嘅一個結果啦。咁當我哋見到一啲迷人外表，或者係一個着住一啲好名牌 logo 嘅一個人嘅時候，甚至係佢本身嘅品牌，咁系統一咧就為咗慳翻一啲力量咧，咁就唔會去用力去分析同埋使用系統二嘅，咁而係直接套用一個理論，就係好嘅話，佢全部都係好噶啦。咁呢一個簡單嘅公式。光環效應就係咁樣去產生咗啦。我哋亦都唔會去理性咁分析，咦？咁佢嘅專業技能係點㗎？咁呢一個性價比嘅呢一個產品高唔高呢？就例如以下蘋果公司為例啦。咁其實蘋果俾人帶出嚟嘅印象就係佢嘅設計啊，佢嘅創新都係令人去佩服嘅。咁而且亦都會有一個光環效應，就係俾人覺得佢其他嘅客服啊，或者其他嘅配件咧，同樣都係好卓越啦。咁根據 Interbrand 2025全球品牌價值報告咧，第一位蘋果，佢係價值咗4000幾億嘅美金品牌價值。喺呢個光環效應嘅切入點嚟講，一啲消費者會因為佢一啲嘅產品，譬如 iPhone 咁計啦，咁佢嘅吸引力而踏入 Apple 嘅產產品線。咁當人哋一踏入去佢嘅生態圈嘅話咧，咁就會覺得佢所有嘅配置啊，佢一啲嘅服務咧，整合性都好好，體驗大幅提升啦。例如佢啲耳機啊、AirDrop 啊，一啲唔同嘅設備功能咧，咁就會令到一個客戶咧相信蘋果，同埋買佢更多嘅產品，繼而去強化咗對品牌嘅認知。咁另外啦，就係一個 marketing 入邊一啲嘅明星效應啦，例如佢哋一啲明星多數都會代表住佢哋嘅魅力啊、才華、名氣同埋信念等等。咁呢一啲嘅光環，亦都係令到人或者一啲嘅消費者對佢哋產品係產生無條件嘅信任嘅。去到日常方面，咁譬如我哋見工咁計啦，咁好簡單嘅啫，就係着西裝就代表認為係能力好啊、態度好、談吐得體同埋外表出色啦。咁根據一個研究顯示啦，Money Hero，咁佢透過調查咧，就係講緊70%嘅人力資源專業人士咧，亦都係會因為佢哋嘅求職者穿着不當而去拒絕申請嘅。所以喺香港嘅就業市場，職業嘅服裝係對人留下第一印象。咁呢一個咧就係講緊光環效應啦。咁亦除此之外啦，又有另外一個研究，亦都講緊係有11000多名嘅參與者啦。咁佢講緊佢外表係非常吸引嘅時候，咁係亦都係影響到佢哋嘅個體教育、職業同埋收入水準等等嘅結果。
所以講緊嘅就係佢哋一啲衣着嘅光環係令到佢哋一啲教育啊或者係收入水準等等嘅表現咧，都係有一啲過高嘅評價。咁除此之外啦，講緊光環效應嘅時候，我哋另外一邊咧，亦都有一個叫做反光環效應啦。咁亦都係叫尖角效應、魔鬼效應。講緊係負面嘅第一印象啦，就係講緊一個人如果佢唔中意佢一啲嘅特質嘅時候，就會全部都唔中意佢啦。而喺社會嘅影響就係講緊一啲社交嘅明星啊，又或者係公眾形象係非常之明顯啦。咁如果佢做咗一啲負面嘅新聞啊，又或者係一啲行為咧，令到人哋都會覺得佢係唔好嘅。即使佢係有一啲補救嘅事情啦，又或者係一啲做完善事咁樣，其實佢都係會有人令到佢係以偏概全啦，都係會評分過低嘅。咁點樣喚醒或者去對抗光環效應呢？就係講緊有4個S 嘅方法，就係去喚醒你嘅 System Two 啦。首先，我哋要保持察覺啦，去識別我哋嘅 System One 幾時係做緊嘢嘅。第二就係分項評估啦，就係我哋要知道，其實喺 System One 諗緊嘢嘅同時，我哋亦都要去評估翻我哋嘅 System Two。即係譬如我見到佢，喂，個樣靚靚仔仔喎，但係其實我哋亦都要去用 System Two 嚟評估翻，其實佢嗰個執行能力啊，或者係工作效率係點樣嘅咧？第三就係搜集證據啦，咁就係為我哋嘅 System Two 去揾一啲唔同嘅依據或者證據，係去改變我哋嘅 System One。最後就係講緊俾一啲嘅時間我哋自己，喺我哋覺得嗰樣嘢係有光環效應嘅時候，我哋不如停一停，諗一諗，等我哋系統二咧係有時間去繼續運作嘅。所以對抗光環效應嘅本質咧，就係我哋要有意識咁樣去喚醒我哋嘅 System Two。當我哋覺得自己中意或者唔中意一個人嘅時候，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警訊，憑直覺就係唔啱嘅。咁其實我哋係要停一停，去逼自己去評估同埋揾一啲客觀嘅數據。但係其實有一啲光環效應咧，亦都有一啲嘅好處啦。咁就係例如去改善人際關係啊，提升自信心同埋一啲增加嘅機會嘅。咁喺人際關係嘅改善咧，咁其實光環效應係，譬如我哋着得好睇啊，形象好啊，咁其實亦都係有助於人際嘅互動啦，同埋人際嘅交流咧，都會令到一啲人係更加平易近人同埋受歡迎嘅。第二就係提高自信心啦。咁其實如果譬如一啲名牌着上身嘅時候，我哋亦都會提升我哋嘅自信心啦。因為覺得嗰樣嘢係出名嘅時候，我哋自己自身着喺自身上邊，亦都係有一個保證喺度嘅。咁我哋亦都可以睇下左邊嘅圖咁樣啦。咁有一啲籃球啊，或者係甚至係足球嘅人咧，運動員啦，或者係平時嘅市民咧，咁佢哋打波嘅時候都會着住一啲叫做球星嘅衣服啦。咁其實喺當中亦都係有一個光環效應咧，令到佢哋有一個誒可以相信自己係有佢哋嘅球星嘅能力啊、技巧咁樣，令到佢哋自己增強自信心嘅。最後就係增加一啲嘅機會咧，去更加吸引一啲嘅顧客。而係有光環效應嘅時候，呢一啲嘅特質嘅人咧，會獲得更多嘅晉升嘅機會嘅。咁其實光環效應咧有好多唔同嘅好處啦。咁其實我哋係要正面地去被光環效應去影響，而係去用多啲 System Two 去分析唔同嘅人同埋產品，咁就會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好啦。咁今日嘅分享咧，大致上係咁啦，唔該晒。